AI 晶片大廠超微董事長蘇姿豐宣布，要佇咧台灣投資美金100億，佇台灣發展 AI 設施，也要和台灣這合作廠商組成供應鏈，提早布局，確保講一直到2029年的 AI 產能需求攏有夠的。這個消息一出來，也帶動今仔日台股來搶權，去899點，收佇咧42267點，又閣是打破台股收盤紀錄。超微 AMD 執行長蘇姿豐趕佇6月初台北國際電腦展前，先後訪問中國上海甲台灣，第3天快速訪台了後，日結束，高送100億美金的投資大禮，要甲真濟間大廠合作，打造機械級 AI 基礎設施。AMD is at the really leading edge, one of the first users of some of the advanced packaging technology, some very complex substrates, and also some of the rack scale design. And so what we are doing with a number of our partners is to really co-invest. 包含先進封裝基板一家機械級系統建構，先進封裝設計的日月光食品伺服器代工的偉影偉創等真濟間公司，互人點的是合作的名單。偉影董事長洪麗玲分析，客戶變做解決方案的共創者，可能是來找一個叫做知識的夥伴。我想台灣的 ODM 應該要自詡自己變成知識的夥伴。蘇姿豐在論壇講到對產業未來的想法，伊講人工智慧是過去50年來上界重要技術之一，因為差不多每一人攏會當得到好處。因為科技演進幾多年才看到變化，即馬技術甲能力差不多每個月攏換新，是推測運算需求的重要原因。So you're starting to see CPUs grow, you're starting to see also some ASICs grow, and as I said, the timing is actually pretty fast right now. 伊講到的應用使用到的晶片 ，AMD 同時有 CPU、GPU、ASIC 這關鍵元件也是優勢。另外，對於 AI 一直改流行，是看好實體 AI。The only place in the world that has all of it together is right here in Taiwan. So we all view that this is really the center of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that we're bringing out. 若是 AI 幫盤記錄，蘇姿豐以棒球賽做例，講即馬才拍到第3局，目前抑閣佇咧真早期的階段，強調敢若 AI 資料中心相關市場，未來3至4年規模會超過1兆美金，未來5年 CPU 的市場，當年會成長超過35%，閣對需求持續的擴大。記者採訪報道。